根据香港特区政府需求，中央港澳办协调应急管理部为香港大埔火灾救灾工作继续提供护目镜、防水手套等最新一批物资，于3号运抵香港并交付使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内地支援的超3万件救援物资，为火灾救援、人员搜救等工作提供关键支撑。据介绍，中央协调支援的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护目镜、特别照明系统、外骨骼机械装备等。特殊照明设备帮助前线人员克服困难，细致搜索每一个角落。让前线人员最为受益的是外骨骼機械裝備，大大減輕他們負重爬樓救援的體力消耗。大火災發生之後，其實不久咧，內地嘅有關單位咧已經係提供咗咧超過3萬件嘅物資咧，係俾我哋。當中係包括帳篷啦、護目鏡啦、保護衣啦、水鞋啦等等。而最令我哋同事好受用嘅咧，就係嗰個叫做骨骼裝備，亦都因為呢一個裝備，同事同我講，佢哋係大大減少咗佢哋上樓嗰個體力。所以咧，我真係好多謝中央政府同埋我哋內地嘅相關單位對我哋嗰個支援，我好感受到我哋中國人有番話，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呢一個精神。